后来继续嘛是发生伫个台中的事故，有一台连接车伫个向上路6段往沙鹿的迄个登路架的路段失控，弄到22台车。 有11个人受伤。上阵的画面现光，会当看到连接车伫还未驶到登路架进前，速度无紧，但是一直闪黄灯。司机若像已经发现这个车有状况，但是伊无停车，是继续驶，所以才会伫个登路架的路段造成严重的冲浪。 连接车的业者讲，这台连接车是客行的，车龄11年，平时拢有维修保养的记录，会配合警方甲监理站厘清事故的原因。连接车伫落架时，敢若是东亚歹去，连续去弄到22台汽机车甲脚踏车，造成11个人受伤。 台中向上路6段，昨仔夜发生着连环车祸。民众发现，伫车祸发生前，这台连接车伫大道的山顶，驶伫个快车道上外口面，车速无介紧。驾驶有时闪黄灯，敢若是车已经出问题，挡袂得解，一路出落架，最后造成严重的对撞。 连接车向拖国警察局，车头的板把有明显弄结的痕迹，钣金崩冒蕊，后头的车厢也有破损。到底敢是东亚出状况，是警方调查重点。肇事车辆保养资料将由公司提供，厘清车辆保养状况。大台车的车体较重，东亚就要靠气压。车厂的业者认为，像当着这条登路架的路段，限速敢若50公里，若是将速度抓伫差不多30公里，都较无问题。也毋过，若驶上紧，一直打东亚就较够歹。连续急踩刹车的话，会导致除气筒里面的压力瞬间降低，降到 压力值以下的话，就会导致刹车失灵。记者来到物流公司，业者强调，这台连接车车龄11吨，平常时拢咧保养，无超载。阮昨暝就开始找迄款的相关的记录，就保养场内底什么时阵保养什么物件什么货。司机当转来讲扣安尼，迄一个人的一生嘛是安尼，就乌有去安尼。业者讲，调查的是25岁姓谢的司机，是连接车的车主找来倒驶车的临时司机。 一透早，监理站的警员也到物流公司，问看卖啊是毋是东亚问题，业者敢若点头尔。到底这台车敢有定期的保养甲修理，是意外也是驾驶的问题，拢爱查清楚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